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3拜三下晝嘅客家新新聞，我係陳延洲。今天呢下晝嘅客家新新聞呢，除了為大家來了解近期國內進行嘅疫情以外呢，每日同大家講呢，就係講也係為大家親關心嘅政經3批欠嘅問題。其實呢，台灣呢對今年1月呢表示疫情都見就高有就經由一條各項工業嘅業者，政府以呢政府呢未來進行呢公路一下差唔多呢咪已經有30人嘅了。啲特別時間呢，有啲行政總署正從佢出來開嘅記者會，同大家呢來宣布講進行3批欠外用嘅內容。係我呢今日同大家講，有啲3批欠有3項輕重要嘅原則咯。呢方面呢，為大家呢做嚟動好氣量、動好氣用，係我呢咪希望呢一啲帶動經濟效果呢為動好佢嘅應用來期待。那我呢建議嚟講，一下政府呢編呢500億元編呢預算，做到來創造2000億元嘅應用嘅經濟效益，佢就講。一下呢有動到業者主動其他喲，唔過呢針對一啲進行3批欠嘅效果到底係用嘅，一下呢咪有冇相用嘅意見呢？從啲早晨嘅時間呢，一啲國民黨嘅立院黨團就出來開嘅記者會，同大家講一啲進行3批欠根本呢就係複雜難用，又未到大家實在係動欠，因為按用咯，加上呢前主要呢就係針對講，一啲進行呢3批欠，我到7月15將來實施，唔過都係今年呢，都係1年嘅月底，所以講6月底時節，一啲5月節就準備會到來嘅。唔過呢，喺6月底時節呢，一啲進行3批欠係冇辦法來用，故所以一下呢就有業者見怪煙。稍後呢就嚟看 N 新聞報道。處理行政公布進行3批欠嘅具體判法，為頭前年中實施，不過引起外界批評。國民黨初3開記者會，講前年中實施太慢呢，韓國去要求來源，增加基層人力負擔。另外綿陽200條對細店家來講只唔抵騙，批評進行欠根本有問題。你的面額最小也只有200塊，不找零，根本就是排除了這些受疫情影響非常慘重的小商家。這不是3倍券，這是排窮券，要花500億變成1000億。但是各位，社會成本要不要計算啊？針對外界批評，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發言人鄧志明前星期廣播做回應。鄧志明表示，因應疫情，暑假以後半個月，前年15進行欠來實施，國家是帶動規模人出去了，刺激經濟。唐鳳表示，稍後來會推出綜合專案地圖嘅3批欠地圖，問民眾啲哪間有扣含有3批欠。多暑假的時候，他們可以跟全家一起出遊，然後到全國各地去花錢，這樣加成效果才會大。我們現在正在寫一支程式，讓你可以去 ATM， 然後就直接領2000現金出來。但也想要多鼓勵，就是這些商家，大家在這一波上面再去進行加碼。不過林陽同時推力量沒少，會出現賣進行欠萬錢嘅亂象。我們鼓勵呢自己使用，但是我們不能限制民眾怎麼去使用，我們不用去干涉他領了之後怎麼用，反而要去關注收到了振興券的商家怎麼換成現金。對振興券可能會有轉賣變現嘅亂象，有人認為無應該限制民眾用錢來用，重點係促進振興券同市場嘅流通，跟商家實際到現金將係重點。記者陳淑文、鍾志成台北報道。喺針對呢亞拜呢行政院就表示講，一個進行3批欠呢，前主要呢對5000億元做嚟創造2000億元應用嘅經濟效益。而國民黨方面呢就批評講，嘅政府應用講敢會太碰風嘅，尤其仲認為講今年呢5月節連續假期嘅所有嘅業者呢都享受唔到，一個進行3批欠其帶來嘅經濟效益。唔過呢針對應用資金，其實呢嘅行政院嘅片呢係同大家呢來做澄清講，一個進行3批欠呢會進行到7月15將來舉行，主要係為來配合暑假，希望當時間呢大家用了，做嚟呢來創造寒啊太嘅效果。而家呢仲有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等等就要來開始嘅，我們來看一下以下現場情形。做以及收集到的訊息。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哈。那我們今天仍然沒有新增的病例哈，那累計428人解除隔離。好，那現在總共的案例是443，哈，443例。整個就是國內在疫情上面哈，當然是連續都是沒有本土的案例，那社區是相對的安全。好，可是在未來哈，它還是要期待，就是說要有相關的疫苗、藥物，相關的這些的研發，才有助於對於整體
疫情的一个控制。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我们的应该是国卫院就是我们现在疫情指挥中心研究组的组长，那国卫院的梁院长来给我们报告一下国内外各种不管药物跟疫苗研发的一个情况，跟国人做一点报告。对，指挥官、副指挥官张昭杰，还有署长、副署长跟各位媒体同仁，荣幸的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们目前如何因应，如果年底还持续的之下，我们在疫苗跟药物这方面的一些目前的状况，国内外的状况。先讲疫苗，目前全世界差不多100多个不同的研究单位在进行这个疫苗的研发，可真的进入到临床，目前是有10个。那这10个里面分成4种不同的那个 approach。那第一个是用核酸疫苗，共有3件，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美国 NIH 跟 Moderna 合作的用 messenger RNA， 目前进入到第2期的临床实验。第2种是重组病毒的疫苗，它是利用这个腺病毒作为载体，接上那个新冠病毒的抗原。那各位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英国的这个牛津大学跟 AstraZeneca。英国的公司共同研发的疫苗，目前也进入到第2期跟第3期。下一页。那第3种有4个临床的实验，目前正在进行，都在中国大陆。这叫不活化病毒疫苗。它的想法就是用整个的病毒，所以是又叫whole virus。那它是先把它去掉，就不去活化之后，可是整个能够打入在人体内体里面，那个人体里面，希望可以产生这个疫苗的这个抗疫苗的这个能力啊。它目前刚刚讲是在中国大陆在进行中。那么第4种只有1件进入在临床，是在次单位疫苗，它针对新冠病毒上的某一个的抗原啊，利用遗传工程的技术大量生产并做成疫苗。那目前是有一个公司叫 Novavax 在进行在第1期跟第2期的研究，这是国外主要的状况。那下面一页是讲我们国内的情形。那国内的话，我们2个主要的研究团队，一个是国家卫生研究院，一个中研院。那国务院的话是采取4个不同的平台。那除了刚那个去活化之外的3种，我们都有在进行中。第4种是在生态疫苗，目前正在积极进行到，已经做到这个动物实验的最后1期，就是攻读，了解是这个是在动物里面是不是有效。那目前呢，我们6月初进公告，有国内3家厂商已经进行这个产学的合作，在签约的过程中，希望最快那个秋季可以进入在临床人体的实验。那中研院是用另外一种的方式，目前也与两家厂商合作，希望能够加速疫苗的发展。所以这个是目前国内的情况。那么我想有看见2种不同的 approach， 一个是我们自己持续研发，希望在年底时候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量产，可以提供给防疫跟那个医护人员的使用。另外一种是从国外去采购，目前看起来主要就是刚刚讲 Moderna 跟 AstraZeneca 是可能主要的target 的一个厂商。下面一页。对不起，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还就是我们国内的话还有我们有3个不同的厂商，我想名字我就暂时就不列出来。那他们都是用同样用次单元的这个疫苗的方式啊。那么第1家呢预定是今年下半年启动人体临床试验，第2家也差不多第3季，就是到9月开始。那么第3家呢，希望说年底开始进入到临床实验，这是目前国内的状况。好，下一页。那至于药物这块，一个是我想大家比较熟悉是瑞德西韦，这是美国叫吉利德的公司发展出来的，当初是针对伊波拉，当初并没有是临床并没有效果，可是这是在西雅图第一个病患里面一炮而红啊，那个有很好的一个反应。那所以目前呢，他们也在全世界不同地方进行好几个临床试验，这跨国临床试验，我们台湾也有参与，我们张三纯副校长是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台湾有3个北中南参与这个多国临床实验。那在此同时呢，他们申请这个那个药剂也获得，最近应该是上礼拜获得我们的食药署
有条件的使用。第二个是奎宁，这个是一个老药，那台湾是占优势，说我们这方面很多的这个原药料都可以使用。那目前卫福部也在进行，在国内自己做临床试验，再看看这对我们国人而言，它是不是真是有这个疗效的作用。下一页。那下面三个呢是我们现在这个比较刚刚讲的比较可能是年底就可以去使用。那同时我们也进行这个新药的研发，这可能要比较长的时间。可是我们觉得，我们从整个那个后置这个研发能量的话，我们应该同时也进行这个最基础的研究。那其中有一个是国务院在进行抑制新冠病毒化的合物，这其实当初 SARS 的时候呢，它在开始进行，后来因为 SARS 停了以后就没有继续下去。可是现在同时发现，因为这两者这个病毒它们就非常那个相似的序列，所以正在进行中。目前已经测的3个衍生物具的抗新冠病毒的活性，准备开始进行这个动物实验。那中研院是用另外一种 approach， 是蛋白酶的抑制剂，可以在体外抑制新冠病毒的复制。那第三种是单株抗体啊，那用这个抗体能够去产生一个治疗的作用。一个是长庚团队，他们最近也发现，就是说能够复制出看起来是非常有效的这个单株的抗体。那同时，2003年的 SARS 的期间，国务院跟国防医学院的医所，我们也当初也 identify 一个抗体，目前看起来呢，也是对这个治疗正在研发中。那目前我们都已经公告，也有厂商在进行在签约的过程中。好，下一页。所以刚刚的报告是在我们国内目前这个对制药这方面，从短期而言，瑞德西韦，还有比如说奎宁，还有说长期的药物研发的状况。当然，同时还有一个检验的试剂，那这个情形化，目前呢，我们陆续的接受这个我们的研发组每一个技术资源平台，协助他们在进行，比如临床的试验。然后呢，跟那个食药署进行那个申请。到目前为止，在这个专案制造，也就是国内自己制造呢，有13个案件申请，有4个案件通过。这4个里面有3个是用核酸，一个是测抗体。那再另外就是专案输入从国外批准，比如经由这个 EUA 批准以后，在国内申请一共75个案件，目前有19个案获得通过。那刚刚这个是对于药品而言，我们刚刚提过，就是瑞德西韦，当初在这个药厂，他们提出来申请，希望那个申请药证，就在上个礼拜的时间，一个专家会议，根据药事司第48条之2的这个核准，预计呢这个礼拜可以发展这个就是有条件的一个药剂。好，最后我想讲就是说，食药署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这个研发组的副组长之一是我们的食药署署长。这整个过程中其实扮演很重要的一个的角色，譬如说，他们协助机关署根据这个医事法呢，希望说对那个最早进入这个早期的初期能够在这个4级专案的进口这个专案进口就是对象申请的是政府单位，这个里是机关署。在此同时呢，我们也比照美国的类似这种 EUA 就紧急使用授权方式呢，拟定这个相关的法规，能够让国内的厂商能够申请。如同上面一页讲，目前已经有这个检测试剂有4件，国内有4件已经通过，国外呢有19件已经通过。同时，我们的 CDE 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随时可以提供这个咨询服务，不管是在检测，不管是在药物跟疫苗方面，他们提供第一时间的这个咨询，希望说让我们可以往前面走。譬如说，这个疫苗是不是比较美国的那个 NIH 跟那个 Moderna， 是不是可以在同时可以做独立跟第一期临床试验是不是同时进行？这些我想他们也会提供非常专业上的一些协助，希望说我们这方面疫苗的国内的发展能够顺利的往前面去走。我想我今天报告这个地方，谢谢。好，我们谢谢这梁院长哈。那我们今天就报告到这里哈。那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不好意思。
意思，这边想要请教一个问题是，目前指挥中心其实已经开始在着手做一些边境管制上面的放宽。那想要请问一下，我们是否已经同意，就是无我国国籍的陆配子女可以回台？因为其实蛮多爸爸妈妈在这4个月是非常想念孩子。那我们目前有哪一些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相关配套措施吗？以上，谢谢。相关有关于这个人道的部分哈，那以前有一些相关的禁止的规定，那现在都是在陆委会在主导之下来跟我们讨论说怎么样来做一些相关的放宽哈，那这正在研议中应该不是会跟大家来公布。公共电视提问，请教一下梁院长，您刚刚报告的那个国内厂商所开发的疫苗，最快今年底之前可以进入临床人体的试验。请教一下，因为要加速这个疫苗上市，目前我们这个临床试验是会分为几期？是不是3期或4期？那受试者他的样本数大概有多少？最快什么时候可以上市呢？以上，谢谢。最后这个问题答案，当然看前面进行的那个是否顺利，还有速度。那其实这一点我刚刚也提到，这个食药署都跟 CDE 都非常配合，是不是可以比较滚动式的方式？第一个是临床前嘛，就毒理的试验是看是不是有这个安全性，然后这 Phase 1、Phase 2跟 Phase 3，所以如果比照美国的话，有可能就是毒理跟 Phase 1同时进行。Phase 1进了一部分，如果说那个数据看起来很好，就可能就跳到Phase 2去，所以这样才可能会加速。可是我的了解，就说这个也是一定要把关，因为疫苗的对象是我们正常人，所以这个安全性非常非常之重要。所以我的了解，这个食药署也说，在整个过程中，在动物实验的那个数据的那个好坏是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不知道这样子有没有大概那个人数的话，当然看Phase 1、Phase 2到Phase 3可能就要几千个病患几千个民众进行。那Phase 1可能是上百位啊，看是在不同的 stage， 它扮演不同的目的。那当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当做到Phase 3的时候，大量的时候，因为我们疫情做得很好，所以我们的这个本身的发生率很低，所以可能这是一个需要是跟国际合作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指挥官好，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因为最近教育部有开始在调查各个大学的检疫空间，要求他们学校要回报现在的防疫宿舍啊、旅馆等等的情况。想问一下，关于说境外生来台，目前指挥中心有初步的规划吗？谢谢。有，那当然是有规划哈，所以才会请教育部来调查，就是说他们的检疫的量能是足还是不足？那不足我们怎么样来配合？能够来帮忙他们，让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来启动。不过第一个，我们当然说我们自己的检疫的量能，不能说一大堆人进来，那就没有地方住或没有地方放，那反而造成我们防疫的缺口。所以现在就在看看说各个学校里面能够提供可以住宿单独这样做居家检疫的场所到底够不够？那不够的话该怎么补足？或者不够的时候是哪一些为先后顺序来做一点安排。TVBS 提问，想请问，因为现在口罩能自由买卖了，那有药局的实名制口罩每天只售出大约60%都没有卖完，那甚至有药局是不提供这个实名制服务了。想请问一下，这个药局实名制的服务有退场机制吗？那目前有掌握到多少药局已经不提供实名制了？第二题想请教一下，因为香港有物流货仓传出有3起的这个就3人的群聚感染这样子，那想请问一下说，因为现在各国也有在网购有一些优惠，那想请问一下说，这个仓储物流如果运送的话，这个上面有可能造成病毒的传染风险吗？谢谢。好，这个有关于经过邮寄物品或者是物流输送的物品，是不是会造成传播？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任何的证据。那以前也很早，大家也就关切这样的一个议题嘛。那从疫区邮寄回来的或是输送回来的物品，是不是会造成病毒的传播？那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的证据。我们基本上不认为会经过这样的模式传播。
那口罩实名制大概应该是还会再持续一阵子哈，因为它是一个最稳定的一个供应哈，不管是价格或是确保每一个人都买得到哈，这样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机制。那这样的一个机制应该是很成功的哈，基本上把这个底建立得很好，所以一个成功的政策我们不会任意的把它取消掉。那第二个有关于就是说贩卖的一个量能，因为所有的量能都充分可以掌握哦，所以会变成卖的比较少的部分我们会减配，好，那卖的比较多的哈就会把它增配，用这样一个增减配，好，那维持一个市场的稳定。你好，大爱电视想要请教梁院长，有关于刚刚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进一步说明，如果台湾需要对几千位民众进行临床试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临的挑战是什么？那刚刚有提到说会在跟国际洽谈合作，可能采取的方式会是什么样的？谢谢。我想刚刚你大概也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要进行第3期的话，一般要几千位的民众。那这个可是我们是因为疫情做得好，这个盛行率非常之低，所以在比较起来可能就很难有统计上的意义，所以一定要跟其他的国家合作，希望说能够在这个比较下能够看出来是不是哪一个会相对比较好。那进行方式，我想很多种，事实上在过去这几个月来，很多外国的驻台办事处都有拜访来参访那个国务院、中研院都有，那他们也表达说可以跟那个经由也引进一些厂商，希望说跟我们一起进行合作，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可能主要的一种方式。不过我是觉得要一件事情到最后是看我们自己本身的 quality， 我们要让对方能够觉得与我们合作，是因为说我们自己发展出来是非常好、非常 promising 的。这个我想是说我们自己也给我们自己很高的一个期许，希望说能够得到跟国外厂商合作的这个机会。长官好，放言提问，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行政院发放的3倍振兴券是7月15日要上路嘛，那这个振兴券就是为了要促进经济，所以有些店家也会关心说，我们的店家的一些防疫措施会不会随着3倍券的上路，然后包括像是梅花座啊跟餐厅隔板这些规范会不会全面解禁？我们在6月7号以后，就没有所谓的，我们不知道大家全面解禁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会这种像你们大家就讲的全面什么都不要做了哈，不会有那样的一个解禁哈，那样的一个情况是会在有疫苗或充分的药物的情况下。那才会做那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就是要防疫新生活，那这个健康行为跟自己的例行这样一个戴口罩跟或社交距离、勤洗手、量体温，那能够有必要的地方可能需要有一个可以实联的的方式，那这应该都要维持着。不好意思，想请教，那所以就是因为之前有提到说，还是会希望商家可以设置隔板这样，还有梅花座这些。还会继续有强制的规范吗？我们现在都是在用鼓励，所以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安心的像安心的餐厅啊，安心的这样的一个贩卖处所这样的一个推广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一个用推动的方式，让大家来配合这样的防疫新生活。长官好，想请教一下，因为现在各国解封啊，然后但是这个第一波的名单都没有把台湾纳入，那就是有人在讨论说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平等互惠这个部分，有可能是像是日本嘛，我们还是把它列入这个第3类，可能是比较严格的一个方式，这会不会是一个原因？然后另外有人在讨论说会不会又是可能我们国家的这个检验的量能比较。对于其他的国际上面的其他国家是比较不相信的这个部分，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那这边怎么看？谢谢。这没有国家会不相信的那除非他就没有去看相关的一些数目字。那这样的一个考虑，当然就很多的是一个疫情的考量，那还有一个平等互惠互惠互信的原则。那最后一个是政治的因素。那我相信最后这个因素可能都大于前面2个因素。
不好意思，想请问一下部长，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讲过，预计年底可以产出可以施打的疫苗大概100万剂了，那当然是不包括完全都可以用的。那现在这个疫苗的状况，我们评估啊，会需要多少量的疫苗，我们到年底可以产生出来？那有在讲说会先针对高风险的，那当然是医护人员。那怎么样的医护人员，我们的排序是怎么样？怎么样高风险？那再来就是说，在这么快速的产出疫苗啊，它的副作用有可能会有哪一些？我们有评估过吗？安全性到底是如何？我们有没有一些救济的管道？那民众可以开放施打的话，那大概是什么时候？有可能会用什么的方式？那疫苗大概生产的，如果疫苗我们现在施打的话，效力会多久会产生？会2到4周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关于口罩，有关于大众运输工具啊，如果捷运上强制要戴口罩的话，那要维持到多久？还是未来会有该捷运公司自行决定这样上述问题？防疫新生活我们都一直在推动嘛，哈，所以口罩或社交距离，哈，这2个大概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在社会的监测能够达到一定的比例，好，那剩下的比例就为了要保护自己。我现在这都不是说政府要怎么样，是你被保护你自己嘛，好，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概念嘛。那社会的安全是要社会全体的人一起来努力，并不是靠政府的很多的一个强制的规定。这是在对抗我们的病毒，所以基本上自己的生活要把它照顾好，这是每一个国民都应该要做的事情。好，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防线。第二个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说基本的防线，大家都慢慢觉得好像不是重要，那期待要有一个疫苗。好，那事实上疫苗现在各个公司都在做某一种程度的宣称了哈。不过在动物实验成功也好，在1、2期开始来做，或者说已经做到第2期成功的，现在是没有一家公司有到这样的情况。那上次我在跟大家回答的最主要就是说，你在年底要做出100万剂的疫苗，那是会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见得会采用。那当然要看看它的保护力跟它的安全性，到底到怎么样的情况。那至于 FDA 在审查相关这些疫苗或者药物，其实这里面大家都一直关心，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让它快一点？那快就是要有证据才快得起来。那现在所有的快都希望在行政上面能够让它快。不然以前我们在动物的毒理的实验的报告要再三的 check， 再三的 check， 保证它非常非常的合理跟合乎专家的需要，各样的做法都完全符合。那现在这边它还是就是说有一些的要求，可能就是说可以再来做，可基本的已经达到，那就给进到第1期里面去。是这样的一个重叠性的。但是呢，你到后面前面你的毒理如果没有过的话，你后面做也都没有用。所以整个疫苗在快速的发展的前提里面，就是必须要投入一些资本。就好像我们要做到第3期之前，我们可能就要生产，就有这样量产的能力才可以。那量产这都是需要成本的。那以前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做成功，再往下一步走。那现在有可能就是往前跳了一步，但是最后的核准并不是让它快做出来就核，是最后还是它的保护力要达到一定的情况，那它的安全性够。所以它往前跳一步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关成本的产生。然后这时候在政府就要去评估相关的这一些它的一个可能性跟它的一个我们投资的价值到底符合不符合。那这样子的时候，它厂商才有办法先期去投资，那政府跟厂商之间就能够分担这样的一个风险，那多掌握一个可能性，但最后的安全性跟有效性，它保护力那个是不会打折的。那所以现在我们也开始会选择一些相关我们认为比较有可能性，不管它的能力那还是在学理上面有值得投资的地方，那政府当然会帮忙给予一些帮忙那能够让这个发展上能够顺利。那至于各种的合作，我们当然尽量来促成那水平的在垂直的部分，那当然是有关于从
从我们的研究研发，然后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委托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的整合，我们也会在各种情况让大家多了解，然后促成这样的一个垂直整合。那水平整合指的是我们可能在时候要生产的量很大，那怎么样帮助有研发出来的厂商，那配合其他有制造能力的厂商，一起来供应这样的一个疫苗。那相关的事情我们都在进行中。好，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哈，谢谢大家。结束了。好，亚内中央旅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就已經結束嘅，因停電呢，主要同大家來整理近比記者會有哪條重點。今日指揮官陳時中呢，就是同大家來宣布講近比關於疫情限期等問題，強用呢都限期維持無可爭。故種呢都會近比維持呢，因台灣已經連登52日都冇新增加本土確診個案呢。故種呢都一下維持因台灣的確診案例限期維持啲死亡43例，總共有7例來死亡。韓國呢死亡人數解除隔離嘅人數呢，同錯比來比有增加13人，來到嘅428人。希望呢大家呢限期來配合，政府也一步嘅進來推廣嘅防疫新成法嘅運動，限期來做好相關嘅防疫措施。不過呢，一個指揮中心近邊呢記者會當中呢，限期同大家來講到，講一下呢第四季方啲古嘢武漢肺炎疫情限期同厲害，嘅整件到嘅7年時間呢，為了一個疫情控制下來，限期嘅意思疫苗限個有用嘅。啲近邊記者會當中呢，一個指揮中心主要同大家呢來講一下，關於一下相關疫苗同藥嘅研發進度係用嘅，當家嘅來看一下，就係講從一下有關嘅疫苗嘅開發進度第一下呢，國家衛生研究院呢就已經開發出幾種嘅疫苗嘅，包含從一條生態嘅疫苗，還有從 DNA 嘅疫苗，也呢已經同3間嘅廠商來進行相互合作，可能請假都係秋天、寒天嘅時節，做咗呢來做臨床嘅人體試驗嘅。韓國呢強用呢第一個中央研究院呢咪係同時來進行相關嘅疫苗嘅研發，也呢咪已經研發出包含嘅奈米疫苗也幾種嘅疫苗，已經呢同2間廠商來講來合作，為加強相關嘅疫苗嘅開發進度。那有關藥嘅部分呢，針對國內嘅藥嘅研發進度，從嘅瑞德西韋就講先前呢簽做係美國合成出來嘅，講一個瑞德西韋對武漢肺炎嘅分析其實呢係有一定效果嘅治療效果。而呢台灣呢已經有3間呢已經呢參加嘅幾個國家嘅臨床試驗嘅，韓國呢咪得到嘅一個提法得到嘅核准有條件來使用，而相關嘅藥嘅查來呢咪做得呢來進口嘅相關嘅藥證咪啲成像當中。其實呢，一個瑞德西韋呢，為用嘅來治療一下呢，有幾種方式，像一下呢，做嚟看到呢，一個瑞德西韋韓國有一個患到強調困難，講一啲困難對嘅藥嘅呢，咪係對人呢武漢肺炎呢有一定效果嘅治療嘅效果。然後呢，其實呢，一下包含嘅按度總共有5種嘅藥嘅研發都係喺台灣一下當地做嘅。指揮中心呢就同大家講，佢針對一擺疫情發生到今，喺台灣呢已經同教組反映過來，佢一開始時間呢就開始產前準備來研發相關嘅藥嘅，還有預防沙來呢除為大家來進行人體試驗，希望一條藥嘅同治療方法都對大家來使用以外呢，因為同一條廠商強行呢來天數加條，來大家得到相關嘅藥證來使用，希望呢7年嘅時間呢，就對大家留一啲武漢肺炎疫情完全控制下來。也係有關近比記者會當中嘅情形重點。我看呢個一個記者會嘅情形消息過後呢，一下呢就會再過來看到關於其他有關武漢肺炎嘅其他消息咯。公亞呢其實關於疫情已經漸漸嘅有卡翻呢，唔但向各項公亞包含經濟發通都準備按來停通起來嘅。從啲呢客家中鴉片呢未開始有行通哦。你看到呢鴉片呢係第一個新做嘅一個老年嘅照護站哦。先主要呢就講其實呢對前幾十年對關於表示疫情都經過後呢有動到嘅老年照護站價條呢就暫時冇對外開放，就講呢一個疫情呢可能呢會對一個
免疫力较弱嘅老人家较会造成影响哦。不过呢，一下国内疫情较稳定呢，故说像係新作烟有1包嘅蔬菜，像係沙期嘅照顧嘅點，韓國有將老人向下食飯嘅夫婦，一下呢做咗嚟重新來開放嘅。希望呢一下呢大家成分呢做得更加恢復正常，呢希望照顧到係那多嘅老人家。睇到康健初先生嘅橋力，新竹站長用溫課落老年家呢都要強下做認同。新竹站沙肥草講，因為今年3月中開始，國內府會協助疫情後嚴重，為咗確保老年家嘅社交安全，所以新竹站強勢關貼社區起點到強下視頻呢啲服務，呢下之前就下跌咧，所以染府今天重新對外開放。我們也決定從6月1號開始，等於是舒緩的來讓大家開放。可以辦一些活動，這是最快樂的時光。那我們全縣總共有85個社區關懷據點，那加上我們的文件站，還有我們的伯公照顧站15個，加起來有100個我們的這樣的一個據點。這位起點站在個開放，社區協會除咗照顧所有老年家都愛單人在乜流量體溫之外，未安排嚟預防就係將學術呢啲嘅口罩，半年團時間兼顧到烏客嘅老年家，未做得重新到老朋友打在鼓。老人家哈。退休咧可以大家錯療哦，搞到氣質呢度休閒啦，大家身體就好咧，係樣。唔係講東西可能咯，就可能在武漢人哦，好麻煩啦，所以喺嚟開放哦，對呢啲老人家哦又好方便啲。新竹站社會處講，關係老幫山還有北部老歐米呢條客家種，因為老年人口比例超過2成，為咗照顧呢條老年家，會繼續設置關懷起點呢條社區照顧體呢，希望做到本社區嘅老年家做得好好享受退休嘅日子。客家新聞王文耀新竹報道。從安用啊，做看到呢有動到老人家強下示範啊，韓國有強下做運通潮填通嘅方面，最近呢對疫情發生過後，當叫做冇看到。也呢個呢疫情較穩定呢，故說呢從也條包含嘅新作業有1包蔬菜嘅老人照顧站都已經重新開放嘅，希望呢做得來增強照顧在一條心理上嘅壓力。呢希望呢一條老人家呢未卡有蔬菜呢去行了大家成分呢做得更加恢復正常。然後呢，一個疫情漸漸嘅有卡跌咧，外來開放嘅還有其他國家。你睇到呢，一個所在呢就係日本嘅。雖然講呢，日本嘅今年呢還有別出群起感染嘅事件，唔過大部分嘅件事嘅所有嘅疫情呢都已經漸漸嘅緩下來嘅。而且你看到呢，鴉片有一個老人家呢係啲進溫泉進到關起來當享受哦，其上係溫泉呢係日本當到民眾好去留了，尤其也係觀光清香嘅所在。而呢一個疫情較穩定，先前就會講，認真由日本政府係頒布嘅緊急狀態。故種嚟睇下包含嘅溫泉鴉片，係本睇下呢因為講一個測試到武漢肺炎嘅風險較高所在，故種呢相關嘅法通就本睇下來禁止。而呢開放過後呢，一個溫泉就1到2年開始愛去。過去幾秒希望呢，外來再過來享受一個日本很有名溫泉。係講呢，來看到呢鴉片嘅東江嘅天花炮，就係第一個東京嘅泰國粉嘅神沙。然後呢就因為講一個大天花炮呢，做得呢來受災嘅壓個，故所呢加到啲亞經年嘅時間呢，就噴呢一場大天花炮嘅發通，希望呢來表態造福意思。係講呢從一個看到呢係東京很有名嘅長空塔咯，加到呢咪先前遇到防疫嘅問題，故所呢就暫停開放咯。唔過呢，對於一隻呢處於稀釋嘅東京嘅長空塔，要再個開放本民眾日常嘅，希望呢為大幫也千有名提票來相關公校，再個去到東京嘅片留了。稍後呢就嚟看 NA 新聞報道。做嚟假日跳路過後，仲了日去食晚餐，好好變輕鬆，準備轉去做事繼續打病。到部分去飲熱天，眼見中嘅時期，晚餐本年列做都會切片嘅蔬菜。所以，解除緊急狀態過後，日本民眾都日日會去簽蔬菜食晚餐。家だと割とね、シャワーとかで簡単で済ませちゃうことも結構多くて、あとやっぱり温泉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ちょっと特別な感じがあってね。不過日本因為肯係經由新冠病毒擴展病例，被救助甚至發生圈子感染，所以本參入者遲到重新開放營業當場。不過對防疫方面，肯係唔敢太易。
うちらスタッフ全員で衛生面の管理とかですね、アルコール消毒などを徹底して、お客様が気持ちよくご利用いただけるように心がけております。不过，因为国际旅游还是受到动态的限制，所以前到本参入者将开放的世界，主要做生意的对象还是所在人士提起的人。新信托的日本人当然未为其欣赏喜福。在东京都府中市嘅泰國分欣賞，姜鳳嘅泰國中心嘅新化故事度係主管醫療และ皮下嘅生命，所以受到各方信眾嘅重視。除咗一般嘅指示，欣賞方面未特別安排打天花炮，一方面為大家聽落，談講未有消災嘅後果。神道的な考え方として、最初に太鼓を鳴らしたりとか、鐘を鳴らしたり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もやはり音を持ってそういった前置きをすると、そういった信仰があるかと思いますので、その一つとして、やはり花火というのもそれに当てら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は思われます。不過正經為打仗平圖了氣焰，除咗攞生命祈福、求心安，還係為醫療了科學，將會行出疫情嘅暗湧，記者此家人變異。受到今年武漢肺炎的影響，有眾多民眾呢，今年呢，從一個日本的薩庫拉季都冇辦法去參加。而呢，從你看到呢，也嘅日本的觀光旅遊這個開放呢，可能眾多民眾呢都當期待哦。唔過認真講，一下日本嘅邊境管制開放嘅國家，一下呢都冇包含台灣。故說呢，台灣的民眾想去日本留了，可能呢還會這個定價一下。沙倫呢，這個未來看到嘅消息呢，就會講，也嘅武漢肺炎呢，其實呢，啲東道國家都造成呢，當年從疫情就造成一多年來傷亡哦。就像係啲美國嘅片，美國呢一下呢有超過嘅13人死亡，嘅確診人數來到嘅8萬例安多，嘅造成嚴重疫情，故說呢一下呢有東道國家都開始對亞洲血統嘅民眾來開始來歧視，就有暗湧嘅現象。所以真係看到呢鴉片啲5年初嘅時節，啲加拿大溫哥華，就嚟亞洲血統嘅西南海嘅航地陸空時間呢，就本一個陸人行過來，就對其安呢緊要緊到，主要就係歧視其係一個亞洲血統人，就講講其係咩成功帶定武漢肺炎嘅偏頭，故說呢夾掉呢一下呢有緊來緊多民眾對亞洲民眾開始呢有來見簽來霸凌。暗湧現象，但係呢，就看到呢，就像係啲外國人嘅同年紀嘅片，就看到啲陸空呢有動到中國以上嘅腐敗，呢本人破壞體，前主要呢加掉就係針對講中國，韓國有針對亞洲嘅片，加掉呢就開始有種族歧視嘅現象，佢從嘅加拿大嘅。比斯省加掉自家做嘅調查，喺疫情期間呢，差唔多呢有4個亞洲血統民眾，加到成行呢，順行嘅親戚朋友可能40人就100人，有發生講嘅種族本人種族歧視、霸凌暗湧嘅情形出現。嗰種呢一下呢，咪見來見到嘅民眾開始來呼籲講，一下嘅認證武漢肺炎發生呢種族歧視事件，希望呢大家各國嘅政府會來重視。一個順吹動執界叛逆世代嘅好點點向路順一個阿姨什麼個跳那大過去，將佢大棒到天喺打，3年以上都冇過實力佢哋，一波都換過法，像係用攻擊阿姨嘅事件衝突發生，令小姐5年後行到街路行，是本一個叛逆嘛，還配合水都幾面當。And as he was walking toward me, I could see him saying something toward me, but I had my headphone on. And as he got closer, then I heard a number of sexual and racist comments, and I just ignored him as I would. I didn't want to give him my time or day or attention. And that was when we directly walked past each other, he spat on my face, on the side of my face. 令小姐講，這東西佢取到東京，又取到歐洲，未東間苦，佢撤退，唔係單止解決呢。照住紅針對加拿大必須先解最新調查，當鐵特世界亞裔，朝住23年講，加出到有年度疫情期間受到種族歧視嘅罵，然係集體攻擊。And we were quite surprised to see that 24% of those who are of East Asian descent say that they have been targeted by slurs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So it's obviously a very high number. 呢2年之內，單長度亞裔人口超過45個萬個法，就發生29件歧視亞裔嘅犯罪案件，可能種族小型控態，當天嘅高飛量潮，到5年中特別受規名路飛呢啲錢，新冠病毒切開咧，唔係發展民眾嘅唔錯，唔好鬧中國政府嘅批評，看做發展人士嘅偏見。It i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to see this increase in people taking it out. Their concerns, their frustrations on people of color, people of a different religious perspective, people of a different sexual orientation.
Hate has no place in 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总理图鲁托美公开谴责一波各种对亞裔嘅種族小型鬧犯罪行為，強調撤退冇辦法認受安樣嘅現象。一波又見到受害嘅法律人士現在出面指控不法行為，希望打破挑擺種族歧視嘅真相。記者詹惠明編輯。其實對內武漢肺炎發生嘅案度種族歧視事件，其實呢就像先前指揮官陳時中同大家進行呼籲，主講呢面對一類病毒呢係全世界大流行，為所有人呢強下來面對，強下呢來想辦法來控制，怎有辦法呢來打贏一類病毒來結束一類疫情對大家影響。故所呢希望呢大家呢唔好再搞有按呢種族歧視嘅問題，也係一下各國政府呢都希望呢為健同大家來呼籲來做提醒嘅。以上呢就係亞拜客家親新聞同大家整理有關疫情嘅最新消息。相信聽朋友都會提供早晨9點半繼續收聽客家親新聞同大家帶來有關武漢肺炎疫情嘅相關新聞報道。客家親新聞，客家 Live。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先，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景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親新聞。